没问题，下面咱开始拼命话，是讲我打从买网络，儿子做那件事，保证就帮你做，买天网就帮我儿子，是讲我打买网，儿子做那件事，儿子。做那件事，保证就帮你错买看网就帮咯。你错买看忙就帮忙就帮咯。熬煮做那件事，保证就帮你错买卡忙就帮咯。儿子做那件事保证就帮就教会教堂，就帮就教会。你错买看不肯忙不肯听，就帮你不肯听教会的教帮的，就帮教帮。儿子做那件事，保证就帮你错买看忙就帮咯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目戴眼还当，若能见面带做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